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现在要学的是主的爱这首诗歌的歌词。这首诗歌有2段主歌，2段副歌。我们先来学第一段主歌的动作。第一句是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。好，记得哦，要跟我用同一边哦。再一次，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。第二句，无论你在何方。再次，无论你在何方。很好，那我们第一句、第二句一起来一次。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，无论你在何方。很好。第三句是愿他祝福你的心灵安康。这个心灵的时候，祝福的时候，画一个大圈来到你的心。还有记得我们比动作的时候，尽量动作大一点、高一点，会众比较看得清楚。第三句再一次，愿他祝福你的心灵安康。安康轻轻的拍2下，很稳妥、很平安的意思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就3句一起来一次哦。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，无论你在何方。愿他祝福你的心灵安康。很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就跟着音乐来一次。记得带着微笑，把祝福带给所有参加的人。愿主的平安，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，无论你在何方。愿他祝福你的心灵安康。很好，我们再练习一次哦。记得微笑，平常时练习要微笑，到台上的时候才不会因为紧张就忘记。愿主的平安，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，无论你在何方。愿他祝福你的心灵安康。很好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练习副歌，2段副歌。好，副歌 A 段呢，第一句是我们刚刚比到安康，对不对？然后呢，副歌的第一句歌词是他的爱。好，这首诗歌我们有个动作，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意思。我们所传的只有我们的耶稣钉十字架，所以会有这个动作。什么爱最大呢？就是耶稣为我们舍命的爱最大，所以会有这个动作。好，他的爱如流水重重，十字架的爱永不断绝。好，再一次哦，他的爱如流水重重。记得比到重重的时候再做这个动作就好了。好，这一句再一次哈，他的爱如流水重重，愿你分享他的爱。各比一次哈。第二句再一次，愿你分享他的爱。好，那
我们第一句、第二句一起来一次。他的爱如流水重重，愿你分享他的爱。很好。第三句是，在这漫漫的黑夜，见主光，见主光。好，再一次哦，第三句，在这漫漫的黑夜，黑夜的时候把眼睛遮住，见主光，见主光，见主光的时候手反过来往上。好，做我们动作手该伸直的时候就伸直才会好看。好，那我们就副歌这3句歌词一起来一次哦。他的爱如流水重重，愿你分享他的爱。举高一点。在这漫漫的黑夜，见主光。很好，这是副歌的 A 段。然后进入 B 段的副歌的时候呢，歌词一样，前2句歌词一样，所以见主光的时候，你手举在上面。那同样的歌词会再一次，他的爱如流水重重。这时候呢，一样，我们要比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动作，所以第2段副歌是他的爱如流水，把你的手移过来，做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动作。再一次哦，他的爱如流水，重重的时候才往下滑，重重。所以第2次的副歌的时候，钉十字架的动作是更高举了，就在上面。好，所以我们 B 段的副歌第1句再一次，他的爱如流水重重，愿你分享他的爱。一样，再一次，愿你分享他的爱。第3句是以你爱。这时候要以你爱的时候呢，这只手画一个圈，以你爱，回到心上，还他爱，看着天上主的爱，然后永相爱。永相爱的时候，这只手画过来。好，这边有个动作要留意，就是要永相爱，要永远握在一起，上帝永远牵我们的手。这时候呢，你这只手本来是这样举，往这边移，你都不要动，往这边移过来，然后这只手过来握住它，永相爱。这是第3句最后1句的歌词。好，我们以你爱，还他爱，永相爱。再一次，刚刚是愿你分享他的爱，留在这里。好，愿你分享他的爱，以你爱，拍一下，还他爱，永相爱。再一次哦，以你爱，还他爱，永相爱。再看一次这个动作，这只手过来，这只手过来握住它。好，这副歌的 B 段，那我们练习一下副歌 B 段的3句歌词。最后是手高举的时候，他的爱如流水重重，愿你分享他的爱，以你爱，还他爱，永相爱。很好，那我们就练习一下副歌。在这漫漫的
完整的第一段主歌，然后 A 段副歌跟 B 段副歌，我们现在就整个从头来练习一次。是第一段，整个完整的一次。那第二段的主歌很简单，其实它只有一开始的歌词有改。我们第一段的歌词是愿主的平安与你常在，对不对？那第二段的歌词是愿主的恩典与你常在，只有这句歌词不一样而已，所以我们就练习这句歌词就好了。来，愿主的恩典与你常在。下句一样哦，无论你在何方，后面的歌词就都一样的，然后一样接 A 段跟 B 段副歌。所以我们接下来从第二段，然后继续加副歌一起练习。是完全一样，可是变快节奏。我们等一下从头再复习一次，后面快节奏的部分呢，我们也跟着练习，就是动作加快而已，让我们更熟练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整个从头。主的平安与你
谢主